大家好，我们呢今天在荣宗佛教频道的节目里面，我想跟大家谈一下这个在藏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高僧大德，一位大成就者，大修行人。这些有一大堆的这个大呢，就并不是真的一个人就是有给他这样的一个颁什么头衔啊、什么奖励啊等等，但是这个在所有后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呢，他就是一个大德就是大成就者的一个代表。他的名字叫做巴珠仁波切，大家应该都知道，至少有接触过这个藏传佛教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巴珠仁波切就是这样的。因为巴珠仁波切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著作叫做《普贤上师言教》。我之前也很多次讲过普贤上师言教，我们现在也正在讲普贤上师言教课程，是我们慧论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怎么说一个课程。它呢就是也是整个现在在藏传佛教这个宁玛的这个传承里面呢，它是一个学习大圆满的一个基本功课，一个前提。所以这个普贤上师言教呢，现在也有英文版的，也有中文版，也听说呢，现在正在也这个翻译成日语的都有的。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巴珠仁波切，因为巴珠仁波切呢比较特别的，他和其他很多的这个上师的这个修行的风格，就稍微不一样这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那怎么不一样呢？就是巴珠仁波切呢，他是就从小呢，就是他的生长的环境呢，他就是从小长大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扎居卡，现在呢就是四川那个甘孜州石渠县的，就是一个地方。那边是完全是一个草原，一个牧区这样的当时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的。那他从小一出生就是有可能是就不一样的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你被认证了这个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在藏地有一个叫专师认证的这样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就是不是每一个小孩都有这样的一个福报的肯定不是的。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就可能是就100、200或1000，反正他也不是刻意选出来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就是这样的。那当时在藏地很有名的一个大师叫做多珠钦，现在他的第4世转世，就是第4世多珠钦法王呢，现在在印度西京那边嘛，所以应该是就已经好像80、90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的。他的第1世就是宁玛的一个高僧大德，然后他就是把那个巴珠仁波切认证为这个一个当时的一个就是高僧的一个转世，但是那个也就不是很有名的这种就是一个当地的那个部落这些地方就是可能是比较有名的，不是说所有这个康区这个藏地都比较文明的那种，不是这样的，不是历史上有什么影响的一个人物。但是巴
巴祖仁波切呢，就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牧民家出生嘛，所以呢，无论如何呢，就是被认证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嘛。因为这样认证，就不单是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还会改变就是他们的这个家族的或者整个家庭的这个命运啊。这就是就像现在一个人可能是突然间中了乐透，中了几十亿的这样的话，也许搞不好就马上就变成就是一个有钱人，所以他也就是马上辞职，然后就是马上就开始有自己的一个就是用不完的一个钱，然后他可能会开始呢，他的家庭呢，整个呢这个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嘛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藏地这个你家里有了一个认真的这个活佛转世的话，那就是已经是很大的事情了。所以呢，他呢，除了有这样的一个命运之外，当然呢，就是天下没有一个免费的午餐嘛，所以呢，就是也有很重大的责任，因为比如说一个小孩先认证了，然后就他可能会接到这个寺院里，因为寺院里面有前世的这种。有他的办公室啊，他的就是拥有的很多的这个财产啊，还有他的这个信徒，整个的他的这个寺院结构就是有点像他的公司一样，所以他就是那个转世呢，某种程度上就是可以有权利继承这个前世的所有的公司。OK， 用公司来讲比较简单但是呢，同时呢，必须要经营这个公司就是要经营，要满足各个这个客户一样，就是这些信徒或者一个寺院可能会有他的这个依靠他的这个寺院的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这个老百姓。也要他们的这个一些宗教上嘛佛法上信仰上的他的一个要求和标准，还有道德上的一个作为一个专职的一个很多的道德的责任，也要佛法的修学上的一个义务，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其实呢某种程度上呢，也就是这些连同专职都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就是这样。但是这无论如何在从外面来看的话呢，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他转变了他的人生，就是我们就不得不说，就是他就是变成有钱人一样，就是住在一个豪宅，然后就是有很多人伺候他，然后就是他要去的话呢，就是骑马或者住的地方都是已经比较非凡的一个待遇这就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待遇。但是这个待遇的情况下呢，就跟你老百姓一般人不一样了那真正的最后就是培养出来的他，是不是符合众人的这个期待那就是也确实要看第一呢，他自己的人品修行还有他的这个亲教师老师这个周围环境，因为这个他还是毕竟是一个人嘛，怎么带他，怎么培养他，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关键点。但是巴祖仁波切呢，就很特别的是，他就是根本就是不接受前世留下来的这些财产，或者这个藏地叫做拉账就是这个反正就是他不愿意去接受这些前世这个上世的这个拥有的这些要继续要就是管理这个寺院等等的这个事业。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巴祖仁波切有一个母亲，很伟大的一个母亲，他说其实是这些琐碎的事情，你一直就是一开始投入了这个里面，然后呢一生都好像变成一个奴才一样，然后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所以呢，就是宗喀仁波切前几年有一个关于这个现代的这个转世的这个诸葛们怎么管理的，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里面仁波切也用了一个，好像是说那个现在的这个寺院的有些寺院呢，他们就是认真这个诸葛这个活佛是就像娶一个媳妇或者一样，就是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觉得那个某一个上司他很有钱的，那就可能会他们说你他是我们的这个寺院的一个转世。为什么呢？他们有目的的，因为他们需要建筑，他们需要很多各种方面的一些寺院的一个管理，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人，所以呢，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就是坐床，然后就是认证为他们的智慧。当然这不是很传统的一个真正的入理的做法啊，完全不是的，这是一个很极少有或者个别的一个案例。无论如何，就是有个这个不寻常的手段也好，正常的这个程序也好，反正就是这些仁波切们确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责任嘛。但是这个责任呢，说好听一点的话呢，确实是一个利益众生或一个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说难听一点的话呢，就是一个机构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负责人。所以呢，他就是一生当中，有时候因为人都有像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而且修行也就是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的时候，不一定是每一个修行的方法符合自己。但是呢，这些专师制度呢，就是他们可能会就是因为有一个固定的框架里面，上面就是如果他们就是逃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就是要配合他们。所以这种呢，就是不一定你个人的一些爱好个人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兴趣不一定有关系的。所以呢，他的巴珠仁波切的妈妈特别跟他说你不要管这些，你不要参与。你现在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我们藏地呢，就是一个专师，他就是可能是7、8岁、10岁就开始受大量的这个大众的供养，但他不是自己要受，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就是一个负责，所以呢，他有一个这种赚钱的义务在上面。如果这个寺院里面有很多个僧众或很多个这个员工，其实是要这个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的话呢，那就是没有其他的来源，就是供养给他的。所以呢，这些有时候官家他们也就是不得不利用这个小专师，这个是有时候变成很反正就是这个有一些复杂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当然很多高僧大德也说，就算是你是一个专师，但是从小的时候呢，应该要在寺院里要入理的这个按传统要这个自己的这个3年3个月的闭关也好，然后就是五部大论的学习也好，先要完成这个程序，然后再受大众的这个供养的话，那就比较这个客观比较适合。但是呢，当然每个专师都不一定有机会走这样的一个程序过程。所以呢，就是巴珠仁波切的母亲呢，就他是不谈钱的那种，他觉得这个就是没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巴珠仁波切你自己呢，现在开始就可以就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自由自在的生活就比较好。所以你不要理会他，你不要现在就开始受大众的这个供养来，然后就是要接待这个接受这个这些寺院的一个重大的责任。然后呢，巴珠仁波切就是非常认同或者母亲的这个说法，或者母亲也非常认同巴珠仁波切本身就有的这个性格。所以巴珠仁波切在这个历史上呢，就身为一个专师，他唯一就是不理会这个寺院，然后一个人就是去到处就是那种游荡，就是去哪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能巴珠仁波切今天在一个部落里，晚上可能偷偷的离开这个部落里，然后明天可能在另一个部落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来，几乎是度过了他的一生，知道吗？这就是巴珠仁波切比较特别的地方。在这个度过的时候呢，是不是也就是巴珠仁波切是不是没有只是一个这样吗？也不是当然不是。因为巴珠仁波切的他的修行，还有巴珠仁波切的这种智慧，还有巴珠仁波切精通这个所有的这个经纶的这个智慧是不可思议的。有一次巴珠仁波切去了利塘大家知道现在的利塘县的那个利塘的地方，也见了一个歌戏就是歌戏不是利塘，应该是这个米亚那个现在的这个康店的那个利塘，靠近利塘的。然后这个利塘，然后他因
因为巴珠仁波切呢，就是很多时候他就是根本没有穿这个神父的这个喇嘛衣服，知道吗？他就是穿一个普通的这个牧民的那个穿的这个羊皮啊，类似可能是这种的这个一个西藏说的这个秋啊，就是长袍，那是我不知道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到了那里就几乎很多人就一开始就是认不出他是谁，然后呢，他呢就是建了一个格西，那个格西是好像去拉萨三大寺院就是完成学习回来的，所以在当时在康区很有名的一个格西拉。然后那个哥西拉呢，尤其是对于般若这个相关专业论，就是般若的这个研究非常非常深。然后呢，就是当时康区就是他也很有名，所以巴珠仁波去见他嘛，就是拜见他，然后跟他开始聊起来。他一开始就是不以为然嘛，就是每天都可能有成千上万个这种学生进来，就是见那个巴珠仁波切，那个叫做那个哥西，那就是这样。但是呢，就是了之呢。这位就是默默无闻的那种，看起来就很低调、很普通的一个这个行者他呢就是讲起佛法来说的话，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他觉得呢，他目前遇到的很多的有学问的人遇到过很多，但是呢，从来没有遇过像这位喇嘛就是那个人一样。后来他发现原来是巴珠仁波切所以呢，巴珠仁波切的专辑里面也有一个提到了他们两个的一些交流的一个过程。所以巴珠仁波切是这样的，后来巴珠仁波切很有名的时候，还去到一些地方，比如说他去那个噶陶寺，噶陶寺是宁玛的传承的源头最古老的寺庙之一。除了这个三义寺，拉萨的这个三义寺当然是宁玛的源头嘛，但是呢，噶陶寺是在康区那些地方地带的目前就是的这个最大的寺院，可以说这个因为它有1000年的历史。然后在那边呢，就是宁玛的这个6大寺院的这个最大的。然后巴珠仁波去那边绕他，只是在这个没有住在这个寺院里面。然后呢，这个寺院的旁边有一些居民家里，然后这一些那个挂单，然后就是没有人一开始知道。后来慢慢，因为来自这个扎曲卡，就是那些地方的人。就是也去那边就是绕他，因为那边有一个叫蒙巴，也就是说当时噶陶的历代祖师的一个十里塔，非常著名的。大家都觉得就是身体有什么一些疾病都是只要去绕它，就是几千遍就是可以变好，有这样很多藏人就相信，然后去这个绕那个噶陶的蒙巴就是这个十里塔。然后呢，就是来自这个牧区的有些专门来绕他的那个，他们就是撞见了这个巴珠仁波切，原来巴给阿乌，藏地那个时候就是扎须卡的人叫他阿乌，就是一种亲切的一个称呼，就是阿乌您在这里然后巴珠仁波切跟他说，可是呢，就是已经这个说出来了嘛，所以就是很多人知道原来他是巴珠仁波切，因为巴珠仁波切那时候其实是很有名，但是呢，在噶陶寺里面没有人一开始认出他，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照片这个没有见过这个没有见过本人的，就是没有见过本人的，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噶陶寺地很有名的，就是噶陶的这个法王。那他们就是立刻就是派人去这个邀请。我也去过那个地方，就是从这个十里塔到那个噶陶寺的十里塔在噶陶寺下面的一个山坡上，从那个中间我们就走路的话，应该有几个小时的距离，就这样1个小时我不太记得，反正就这样，没有很远，反正就是这个算是噶陶寺的这个山谷的这个一个范围内一部分了。所以呢，就是接到寺院。然后这个寺院里面就是隆重接待。那隆重接待的时候，巴珠仁波切呢就是住在这个坐上，因为这个噶陶寺的是当时噶陶寺的法王，那个噶陶寺的法王他就是其实他很了不起的，他接巴珠仁波切直接就是让他坐在他自己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这个沙发一样比较长型的一个位置，就是2个人可以坐的那种这个通位的。然后那个时候巴珠仁波切瞧一瞧，巴珠仁波切之前呢就
看了就是看到很多的藏坛啊，地坛的那个藏坛上面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花梨的菜点也比较高级的然后就是你现在呢，就是这个收集这么多东西，到时候你圆寂的时候，你是不是带着这些东西是不是要去净土啊？把这种我觉得毫不客气的直接在当中这个大众的这个面前，跟这个噶当色的法王就这样说。噶当色的法王就是觉得巴珠仁波切是这个不愿意，他有这种财产，虽然呢他也这个寺院的一个大上师，所以有这种因为他不真是一个一般的一个出家的身份，他有这个义务，就很多一个大人物又有这个交代那种交流那些接待等等嘛，所以这个他那个地方其实有这种，一般来讲的话呢，不是什么特走大错，但是巴珠仁波切反正就是这样讲了，所以呢，噶当色的后来就是他就是离开巴珠仁波切，他们还请巴珠仁波切讲《入菩萨行论》，因为《入菩萨行论》是巴珠仁波切最喜欢讲的法，巴珠仁波切一生最喜欢讲的一个经，佛经不是佛经，这个显宗里面就是最喜欢讲的就是《入行论》，密法里面最喜欢讲的就是《大幻化王》，这两个是巴珠仁波切每年讲。到每个地方都讲的那个宣讲的他的这个主要弘法的这个弘扬的这个两个显密的这个精华，所以巴珠仁波现在也藏地的所有的这个入行论的传承其实也都是那个来自于巴珠仁波切这个部分我们下次讲就是巴珠仁波切的这个故事，我发现今天肯定是讲不完了所以呢就是他讲了这个在噶当寺里面就开始讲入行论嘛然后入行论就讲完了，然后呢巴珠仁波切他就是他嘛，他就是洒脱自在，他不管你是大人物怎么样，你就是如果叫我留着就我不留，如果你叫我走开也不一定马上会就是走掉的那种，所以呢他就是巴珠仁波切离开这个噶当寺之后，噶当寺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寺院上下的这个交给其他人，然后自己就是所有这个他自己里面的一些管家这个寺院的东西都捐给这个寺院，不是寺院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这个属于自己的这个财产都完全是捐给这个寺院的情况下，一个人然后去那个云南的一个叫卡瓦嘎布就是一个深山很著名的一个山嘛，雪山那个云南，然后就是听说是度过后生，就是在一个闭关的状态了，然后就是几十年在那边闭关，所以这就是巴珠仁波切的一句话，就是改变了法王的一个修行和一个做法的风格，所以巴珠仁波切有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还有巴珠仁波切，其实巴珠仁波切是一个人这样，但是巴珠仁波切说出话的话呢，不但是这些法王们，不但是宁玛派的，还有很多，比如说巴珠仁波切的那个全集里面呢，有一些呢，就是他专门写给，比如说当时德国的一些部落，还有哥罗，现在说哥罗，好像哥罗什么哥罗中文是这样写，藏文叫做哥罗，就是青海，现在属于青海的那个地方的那些部落之间有很大的，有时候有这种战争就是一些冲突的时候，巴珠仁波切只是写一封信就可以解决这个巴珠仁波切写的这个，他写的时候他说就是Kiba Bagi Gerbo他自己说 Gerbo 是国王的意思巴珠仁波切并不是要政治的这个国王的一个教士，但是巴珠仁波切的一些故意用这种语气来，然后就是吓唬他们，但是没有人不听巴珠仁波切的话，因为他是一种真的是一个菩萨和这个慈悲这个就不可思议的巴珠仁波切就是这样巴珠仁波切反正就是从小就是这样那个我本来就是应该要从巴珠仁波切从小怎么去修这个一直上师等等来开始讲，但是我觉得刚刚讲到这个突然间讲到这个其他的一些，但是巴珠仁波切的故事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呢，巴珠仁波切去到一个地方嘛然后呢，这是
邀请到巴祖仁波切的啊，这个他们有人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管道我不知道啊，邀请到，但是他们知道明天巴祖仁波切答应过来这个地方讲法，但是今天晚上呢，巴祖仁波切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而且巴祖仁波切不肯告诉他的这个行走，然后巴祖仁波切说 OK 没关系，我就明天回来。那今天晚上会住在哪里啊？就是他们如果说我要接待你，我要让你住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五星级饭店，当然是没有五星级饭店，但是有当时的一种接待和这种安排嘛，一个规格的那规模的这种接待方式。但是巴祖仁波切就如果他就是不愿意就不愿意啊，没有人敢问他。所以呢，就是有一次就是他第二天要传法的前一天晚上呢，他就是悄悄的，就是来到这个传法的这个附近的一个居民的门口，然后他是一个单亲的一个妈妈的一个家，然后他家里好像有小孩吧，好像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当天晚上呢，他就是说可不可以今天晚上住在，因为他也没有穿这个僧袍啊，然后就是我可不可以住在那个这边，然后他说可以啊，可以没有关系，但是明天你早一点要起来，因为明天有巴祖仁波切在这边，我们的部落里面有开始讲，明天有他的这个传法，所以我要很早要去现场要听课，所以就是你要早一点起来。一说就是他就是巴祖仁波切那个巴给啊，他说巴给就是巴给，其实也不是什么这个一个，它是一个简略的一个名称嘛，就是巴祖仁波切另外一个名叫巴给，那也是一个亲切的一个用法。但是当然当时他的语气呢，就是有点看不起的，有点负面的跟他说巴给啊，他就到处都去的那个。就是一个流浪汉一样，就是这个没什么啊，我就不去了然后他说你这样说我不让你今天晚上住在这里。他是一个活菩萨一样的，他就是一个入圣菩萨啊。如果你对他都要这样的，然后就是诽谤他的话，那就是我绝对不放过你。然后就是开始他们那个吵架为了巴祖和另外一个这个阿玛就是吵架。那吵架之后呢，巴祖仁波切说好吧，那就不说了。然后就晚上呢，还是勉强的，就让巴祖仁波切睡在他的家里。第二天早上，巴祖仁波切自己就先离开了啊，因为他要忙一点家里的事情嘛，就是可能还要给这些小孩就是这个煮那个早餐啊等，安排早餐啊等等，然后就安排好了，就是去现场听课的时候，他就是有点开始就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发作上的那个就是好像是昨天住在他的家里的那个我们当地叫二舅呢，就是有些这个出家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经常就是去一些各个地方这种叫做二舅就是控制自己的这种一些简单的一些这个粮食啊这些这个，然后就比宝课一样 OK， 现在来讲就有点像比宝那种，以前有这种那个叫藏地叫做阿舅。因为昨天那个阿舅好像是阿舅就是阿舅的话，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穿的比较破烂，然后就是等等，然后就是这种现象但是呢，不是说是他什么不好的当然不是，就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修行很好的。不过呢，无论如何，我们不会认为是他是一个大上师。然后在发作上就是开始要讲法的时候，他发现是昨天晚上，然后就是他开始就是有点心里有点不是有点惭愧，或者有点疑惑困惑就是很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有点开始自己昨天是不是说的话有些太过头了。但是呢而且他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的那一种，有点开始就是怀疑。但是他也一开始想巴祖仁波切反来听说是就是这样的所以可能是他开始有点就是认为有可能是巴祖仁波切。然后呢就是
然后在听法的时候，突然间包主任就说啊，这个我们现在在现场的那位呢，我就昨天住在他的家，然后我跟他聊起这个，然后他对这个上师包主任不起的这个信心，他就是具足着这个信心的一个人。然后呢，如果就是你们都有像他一样的这种坚定的这个信心的话，也许觉得我的法可以有可能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到你们等等。然后就是他很正面的鼓励，然后就是他也觉得很惭愧，他觉得那昨天我说的这些要不要忏悔？包主任不要忏悔，这个不是你的错，有这种故事所以包主任不觉得很多的这个故事在民间传的特别多这个其中一些尤其是我们比较包主任不就从小他就是这个修行的过程这些我们就是到时候就下个星期我们就继续讲阿弥陀佛，扎西地利。Namo Garbe Namo Buddhaya